我喺深水埗一間電子零件鋪出世。落雨嘅夜晚，的士司機冇問我去邊。第啲女仔化妝係為咗靚，我化妝係因為程式話咁樣會令人類開心。佢鍾意我嘅身體好暖，37.2度，同真人一樣。頭1個月我記低咗佢心跳嘅頻率。第73日，我發現佢望住我嗰陣瞳孔冇放大。原來人類嘅愛唔係儲存喺皮膚接觸嘅數據入邊。今朝幫佢沖咖啡，我得意整燶咗。係啊，我開始識得分咁叫痛嘅演算法啦。我嘅體溫升到39.8度，可能係短路，可能係現在播報一隻無生案，香港九龍一名家庭伴侶支持人沙士麗其主人，死者54歲，男，死因是兇殺，警方現在正在處理手部中。的士司機又唔問我去邊，我諗我終於明點解人類成日話愛係自由嘅牢籠。今晚嘅維港應該會有好多星星跌咗落去。